台北大龙洞保安宫出动快木座驾，还会吞云吐雾，相当吸睛。保生大帝更佩戴4条80两的纯金条。米街广安宫送天师，各宫庙先表仙。下林建安宫恭请出有南霸天称号的中坛元帅，穿着金牌、金帽、金战甲等等，行头高达150两黄金，价格超过1500万。特别车在保大呢，就是要来保护咱的新尊啊，以及咱的金牌。开基灵佑宫也替玄天上帝打造全新金牌，县城隍庙则是请出童子爷公庆展盛事，有2名学童装扮成童子爷公，向信众撒纪念小物，象征赐福。万福庵更拿出压箱宝，是具有100年历史的凉伞和头旗。找到这较早差不多100当前的迄个物件啊，所以讲要分享给大家，互知影讲阮庙场有这个古物。即个咱50当前的时阵吼，咱就有出这个童子爷，啊，即个2万斤的时阵，你给咱家大交陪吼。米街广安宫建庙超过300年，但上次建教与这次相隔72年。焦培进趁着这回以次还清，24顶神教上百组阵头，堪称府城年度最大可疑。因为咱有当着大娘嘛，所以一定爱做着。今仔日出足个人头出来，互阮感觉也无上的公营安尼。富城人就是重感情、重交陪、爱民主，所以每一遍送天书的时阵吼，拢会非常热烈。这边是双倍奉还啦，表面加大，加歌，安尼哦，系啊，计划是种传统啊。一大早市区就有庙会热闹的锣鼓声，大街小巷也全是等着拜庙的阵头。预估破万人次参与的送天师，虽然难免影响到交通，但也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宗教信仰。记者周怀看的报道。